睇下有冇機會搶收得翻嚟啦。巴達華高暫時最快圈速咧2分42秒329，快過邱永財少少咧，就係壓住呢個頭一位。咁啊，第二位咧，邱永財咧同佢一齊翻到嚟嘅呢個終點嘅。咁啊，第三個做到成績嘅咧就係38路車香港車手咧，就係鄺海峰啊。咁但係佢嘅呢個時間咧比頭兩位嘅車手咧慢咗好多咧，有接近成2秒嘅呢個差距。哎呀，撞咗沙丘車，係喎，周永財撞咗喎。係啦，邱永財急嗰頭啦，啱啱翻嚟嘅時候，應該東方灣出事啦。咁其實邱永財即係俾我嘅感覺咧，佢快就快，但係往往咧就係搏過頭啊。係啊，前年佢都係咁樣啊，佢揸路車啊，崩咗啊，即係入唔到呢個彎啊！咁啊，好在後邊嘅巴達華高咧，亦都係一段嘅距離啦。嗱，我睇翻個損位都幾嚴重啊！哇，成架車架咁都攣晒佢，咁樣撞埋都好勁啊！我相信咧就應該聽日都出唔到噶啦。OK， 但係會立即咧就係出示紅旗，因為嗰個位置咧其實都好危險㗎。危險啊！兼仲有好多碎片，成地都係咁啊！所以大會咧立即咧就係作一個好明智嘅判決咧，就係紅旗。咁而車手咧係未出到嚟㗎，架車開始就冒煙。係啦，咁啊頭先亦都見到有火。個車門 lock 咗喎，係喎，lock 死咗，佢蹦一蹦啊！咁啊，由於喺嗰一個位置咧，工作人員出去即係施救援嘅距離咧都比較遠啦，因為喺個賽道嘅中間，四周圍都有防撞欄。我見到已經即刻有工作人員跳咗出去啦，希望咧就係開翻嗰道門啦。係啊，同個左軚車嘅車手喺另一邊嗰度啊。係啊。咁啊，上路亦都有車咧，就係擺低咗啊。咁啊，見到咧就係40號、48號車嘅唐有喜啊。咁啊中財咧真係嚇。咁啊，而家仲未搞得掂，仲未開到道門，因為頭先經過碰撞之後咧，可能個門鎖咧已經係壞咗㗎啦。唯有喺後邊開門啦，就係希望救翻個車手出嚟，因為車手喺前面咧，俾安全帶咧就係綁住晒嘅。咁啊，如果你話喺裏邊失去咗知覺或者自己都冇辦法自救嘅話咧，就好難咧係搞得掂，因為佢係左軚車，而家蹦咗埋去左邊係封住晒嘅。係啊，個消防員亦都係即刻出嚟啦，因為頭先見到撞完之後咧係起火嘅。咁啊，後邊巴達華高頭先咧，只係用咗一個圈嘅時間做咗2分42秒，估唔到進入第二個圈咧，即刻咧就係邱永財發生意外啊！工作人員係好快嚟到現場啦。咁啊，一方面後邊清理跑道，另一方面咧就係進行呢個搶救。咁啊，相信呢個嘅事件咧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咧係去處理啦。咁啊，而家賽事就停咗，咁啊30分鐘嘅時間開始啦。咁啊，而家只係用咗7分鐘到啫。咁啊，賽事咧就係出現咗紅旗。係啦，目前嚟講做出時間嘅車手其實都係只得8位嘅啫。咁啊，包括而家領先緊嘅巴達華高啦，同埋啱啱先發生意外邱永財啦。咁啊，至於鄺海峰咧，暫時喺第3㗎。咁之後第4有呢個帕斯特啊，第5有宋志偉啊，第6廖力嘉，第7林錦生，第8就係黃鏡坤，咁第9就李文輝㗎。咁即係得9位車手過咗計時點嘅啫。嗱，因為佢好慘啊，佢而家左軚車出東方灣咧係蹦咗去左邊，咁而家左邊車身應該係爛晒嘅。咁工作人員要喺右邊去救佢，咁需要跨過啲乜嘢？跨過防滾架，然之後先至去到波箱個位置，再解開安全帶救翻出嚟。咁啊，兼且加上就車手未必啊，即時有個知覺，因為咁樣嘅碰撞咧，可能個衝力都令到佢咧係頓時失去呢個知覺。係啦，咁所以都個情況就唔好太悲觀。咁但係工作人員咧都可即時咧係進行呢個施救㗎啦。咁啊，首先咧就係撲熄咗個火種先啦，因為頭先咧係起火，咁而家火種咧係熄滅啦，工作人員咧亦都可以隨即進行呢個救援。咁啊，睇翻咧只係得8位嘅呢個車手，9位車手咧係做到呢個時間啦。巴達華高本澳車手咧就係暫時最快啊，2分42。係啦，剛才咧我哋睇到咧巴達華高咧同佢咧係一 pair 咁樣嘅，佢係帶前，巴達華高喺佢後邊。一齊咧就過呢一個安台嘅，咁啊嗰陣時咧佢都係嗰個圈速係第2最快，就稍為落後巴達華高。咁但係話口未完咧，就見到佢咧就已經咧就喺呢個東方灣嗰度咧就係一個高速啊，係一個失誤，冇辦法㗎啦，係撞爛之後再蹦埋去㗎啦。咁
咁啊，所以今次嘅排位賽咧，應該都要暫停一段時間㗎啦。啊，十字車嚟啦，我哋見到係啦，因為我估計咧，咁呢個咁大嘅呢一個衝力啊，咁樣撞埋去咧，個車手咧始終都係或者有啲震盪啊，或者係嗰個身體啊邊一方面咧，或者會有呢個少少嘅損傷都唔奇嘅。咁頭先見到咧就係邱永才直接即係個彎就入唔到啊，咁啊速度咧可能係過快啦，咁所以咧直撞就係埋欄。咁啊左邊嘅車身咧基本上係爛晒㗎啦。我再睇翻頭先呢一個慢鏡啦，邱永才啱啱咧就係做咗一個第2快嘅時間。咁啊由於入彎嗰個線位咧就係即係可能太快啊，速度太快入唔到，變咗咧就係打橫掃咗埋去蹦一蹦。咁由於係左軚車嘅關係咧，佢嗰邊嘅呢個損毀咧就係好嚴重嘅，而亦都隨即引起咧就係呢個着火啦、冒煙嘅一個情況。係啦，佢仲要再碰多下啦，你睇睇啦，撞完之後跟住再撞啊，先至停得到。工作人員都好快脆啦，即刻進行呢個拯救㗎啦。咁但係由於賽道上面咧，其他嘅戰車咧，亦都係繼續進行緊啦。雖然賽事係停咗，咁但係大部分嘅戰車咧都未經過事發嘅嗰個位置啦。咁啊，再加上距離比較遠啊，咁所以工作人員咧亦都係需要多少少嘅時間咧，先至係到達到現場。咁啊，賽事因此咧係而暫停啦。咁暫停之前咧，只係得9位嘅車手咧係做咗時間。咁我哋可以趁呢段嘅空檔咧，就係睇一睇澳門其他地方嘅一啲面貌，包括咧就係大三巴啦。我見到遊人幾多喎。咁啊，而家工作人員咧仲係喺度清理緊現場啦。咁可以趁呢段時間咧，就係交代翻啦，啱先做出9個圈，唔係即係9位車手啊，可以係做出圈速嘅嗰個位置啊，係去到邊度？咁啊，包括咧就係巴達華高啦，喺呢個頭位啦。咁啊，邱永才啱先咧就係做出第2快嘅呢個圈速，咁但係隨即咧喺文華東方嘅呢個彎位嗰度咧就係發生咗意外。咁啊，令到咧就係賽事暫停。當然啦，發生意外係即係冇人想嘅，而車手亦都係希望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咧，係做出一個好嘅時間。咁但係正因為咁啦，可能嗰架車咧都仲未係進入最佳嘅工作溫度，因為出嚟只係第2個圈進入第3個圈嘅呢個賽事。咁所以頭先入唔切彎啊，喺呢個東方灣嗰度咧就係直撞咗埋去左邊車身咧，係損毀得幾嚴重。咁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咧，就係希望救護員盡快將受傷嘅邱永才咧係送到醫院啦，接受呢個檢查啦。邱永才咧都可以講啦，都係話雖然佢舊年係贏咗冠軍，但係舊年咧都係起動嘅時候比賽咧就死咗火，前年係撞車收場嘅，今年咧估唔到咧，亦都喺呢一個計時練習嗰度咧又撞車。我睇翻頭先撞車嘅情況啦，嗱速度應該咧就過快啊，咁啊變咗個線位咧係走外咗。咁啊呢個嘅位置咧其實都係賽事咧意外嘅黑點嚟嘅。咁啊所以大會咧特別對呢方面咧係已經係加強咗保護㗎啦。咁但係冇辦法，因為賽事咧每一個圈都要經過呢一個嘅彎位。咁特別就係正式比賽嘅時間咧，好多時咧我哋都喺呢個位置咧係見到有碰撞。咁啊，對上之前咧嗰個世界房車錦標賽咧，喺尋日嘅練習時間咧，歐陽若曦亦都喺呢個位置咧就係撞車。咁啊，好好彩啦，即係歐陽若曦撞咧，只係揩到個頭泵把同埋尾泵把爛咗，咁啊而人咧就冇事。咁啊呢一個階段咧，見到戰車損毀咧係好嚴重啊！咁希望車手咧就冇乜大問題。咁但係如果咁樣撞埋去咧，都要去醫院咧接受檢查比較穩陣啲。咁啊1點半鐘嘅時間啦，澳視澳門啦，澳視高清將會咧就係播放新聞啦。咁啊。